功夫廣場正式啟播。功夫廣場正式啟播。祝賀功夫廣場正式啟播。祝賀功夫廣場正式啟播。祝賀功夫廣場最強。1、2、3。香港青年體育會咧喺觀塘市區服務咗咧，已經係超過20年㗎啦。咁我哋每一年咧都會係好幸運咧，係由民政事務處啊、區議會啊咁贊助我哋咧係搞一啲咧例如好似今日類型嘅節目。咁我哋呢個活動嘅意義同埋宗旨咧，主要咧就係將武術咧帶多啲俾觀塘區嘅居民啊或者朋友啊咁，等佢哋多啲認識武術係乜嘢一回事。由青年太極學會主辦，觀塘區議會贊助，太極匯萃迎新禧2011武藝嘉年華開幕典禮現在開始。太極學會咧成立到今日咧已經係19年啦。過去一直咧從來都未有間斷過咁積極去推廣我哋嘅太極拳同埋武術文化。所以喺推廣成個太極嘅文化嘅過程咧，唔單止係使到我哋有益我哋嘅身心，因為點解呀？經絡我哋係喺運氣之中咧，都可以得到身體嘅協調發展，但亦都可以使到我哋明白到咧，社會係需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香港人咧係冇一樣嘢係做唔得到嘅，只要我哋大家肯去創新，肯去努力咁樣去設想嘅話咧，香港其實有好多嘢咧都係可以做得到。青年太極學會唔單止係我哋嘅太極愛好者，亦都係積極嘅推動者。過往喺社區裏面參與好多公益嘅慈善活動，為我哋觀塘、為香港區嘅居民嘅健康做咗唔少嘅推動。咁喺度咧，我都好多謝阿李師傅同埋所有嘅學員咧，一直咁喺觀塘區做一啲咁多嘅服務，令到我哋觀塘區咧係咁和諧嘅社區。嚟緊嘅挑戰係仲多。我哋希望各位市民，包括大家青怡嘅會友，面對任何嘅困難咧，大家都應該勇敢去面對。香港太平，國泰民安。實行警區指揮官劉